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爆发是已经超过年半，战事还阁伫咧逐年。伫战区的乌克兰人，因的生活即嘛是虾米款的情形呢？也那因要安怎来重建家园？为着要深入了解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在地情形，公司台记台团队专工去到乌克兰，今仔日要带大家做伙来看伫乌克兰境内做人道救援台湾青年的故事。即马伫咧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利比乌边仔一个教会，工作人员伫遮里发放物资，有台湾青年伫遮里办活动，含伊的工作伴甲遮囡仔算做伙。大人囡仔排队咧等待，这是战争的期间以来真难得等到的救援物资。这人大部分拢有路无厝，为乌克兰东边前线所在来的，因暂时去较安全的城市避难。大人伫边仔等领物资，囡仔坐几排，手举笔当咧擦色，透过画图写卡片，祈祷战争会当赶紧结束。战争爆发了后，离邻国波兰无偌远的利沃夫，嘛受到飞弹的攻击，居民嘛伫咧空袭警报当中，渐渐惯死甲惊吓共存。为台湾来的王南英。原地伫乌克兰读博士，战争开战了后并无离开，是留伫乌克兰甲难民斗相共。因为伊会晓讲罗西亚语、乌克兰语、日语嘛真认真，所以就甲日本还有台湾的国际救援组织合作，除了送物资、办文化交流活动以外，嘛筹划食物支援计划，帮助难民会当家己生活。其实我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，我也是跟着他们发放物资，但是我看到很长的排队队伍。小孩子都无所事事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能够再为他们做什么？王南英也佮教会合作，招新唐医的少年人做伙投入救援的工作，传达为亚洲来的爱心，展现有力头的国民外交。Мені 12 років, я з 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. Добре. А можеш показати, що ти малюєш, знову розказати? Я малюю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.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, добре?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他们来到这边，跟当地的 NGO 或者教会有些连结，很像的连结，以及让他们觉得不会那么孤单，有很多人关心他们，很多人在乎他们。伫咧超前的同时，乌克兰内部嘛一直去做修复的工作，外地人来遮交流办活动，互为东部来遮寻求庇护的难民，加点因内心的安慰。记者吴丁武、林建如，乌克兰采访报道。